大家好，今日係11月27號星期四。咁啊，琴日咧港股係先升後回少少咁啊，開市恒生指數升152點，國企指數升58點，科技指數升38點。咁啊，重頭戲就係阿里巴巴嘅業績。咁啊，第三季盈利咧就係跌72%，比預期差。咁啊，所以咧開市股價係跌2.4%。咁啊，相反咧，美團咧就升4.2%，因為市場憧憬嗰啲內卷會完結啊。咁啊，開市之後咧，恒生指數嘅升幅擴大到會係200幾點嘅。咁啊，呢個美團升最多升7%。友邦升2%，匯豐升1.2%，小米升1.7%，比亞迪升3.3%。咁啊，阿里巴巴跌幅一度收窄到0.7%。咁啊，另外就係周大福本年嘅純利係微升0.13%，股價跌5.2%，跌幅最大嘅藍籌。咁啊，醫藥股都升，石藥升4.2%，中生就係升3.3%，翰森就係升1.5%。恒生指數最高升240點，但係咧就上咗收市咧就跌幅升幅收窄，上咗收市恒生指數升119點，國企指數升46點，科技指數升28點，成交1139億元。下週港股早段係變化唔大嘅。但係咧就後尾收市咧就係升幅收窄。咁啊，蔚來公布第三季業績虧損收窄到27.6億元，但係咧都係投資者唔滿意，股價跌7%。普普瑪消費股升，普普瑪特升3.2%，安踏體育升2%，美的升1.7%。咁啊，恒生指數咧收市升33點，跌翻落去26,000點度。咁啊，呢個國企指數升4點，科技指數升4點，成交2071億元。咁啊，琴晚咧就係美股上升，科技股領升。咁啊，呢個跌得好多嘅英偉達同埋 Oracle 甲骨文咧就反彈，帶領美股上升。道瓊斯升315點，標普升47點，納斯達克升189點。咁啊，因為美股上升，咁啊，估計今日港股都會上升嘅。